今次同大家分享深圳福田嘅海膽專門店，平均每人200幾蚊就可以食到唔同菜式嘅海膽，性價比都算高。我哋4個人嘅話就叫咗一個海膽白食嘅2人套餐，再省叫其他嘢食。第一道菜就係海膽茶碗蒸，個蛋好嫩滑，加埋啲海膽一齊食都幾清爽。第二道菜就係海膽刺身拼盤，雖然唔係話好大隻，但係都鋪滿咗滿滿嘅海膽，味道就好鮮甜，肉質都好飽滿。個人就覺得唔好包紫菜嚟食，因為影響到海膽嘅鮮味。我哋省叫咗個海膽鵝肝，值得推介。鵝肝中層有個蘋果，再加埋啲百香果醬，係好食又唔流。套餐入邊嘅海膽沙律，佢個擺盤好似彩虹咁靚，但係就食唔出個海膽味。差唔多尾段，職員就會準備海膽火鍋，其實就係將海膽湯底再加啲蔬菜，而海膽泡飯就係將頭先嘅湯底加啲飯同埋配料，就已經完成。味道就一般，略為偏鹹。介紹埋其他菜式先，有海膽醬嘅金鯛魚，鯛魚再加海膽醬幾好食。海膽芝士卷、海膽煎餃、黑椒牛絲、燒青魚、鰻魚飯，最後仲有埋個雪糕。想知道詳情嘅話，就歡迎留言俾我。